南部一直落大雨，這農業部整合各縣市的資料，到25下晡5點為止，全台灣農業損失超過9600萬，其中以家己4777萬上蓋濟，若分林是排第二，有2700多萬。這雨若陣繼續落，農業的損失將可能會愈來愈嚴重。連續幾日港大水雨，南台灣真早大水庫，田內底完全看不出水下卡種啥物。台南將軍的西瓜原本2個月了後就要採收，即馬攏去了，至少30公頃，因為連日大水雨，地勢又緊爛去，就算天氣轉好，浸水的瓜仔更加可能會冷去，農民怨嘆產量恐驚剩一半。連落幾啊日的雨，我伊個訂單量歹，攏渡過水個啦，可停鯰魚。鯰魚就對啦。你即擺拄食沙包的鯰魚，你就是這個講隔壁無法度，水攏落來攏無法度，逐區的呢。同款在將軍區有40公頃，多種2禮拜蘆筍仔也同款，大雨將表面土沖了，雨景攏流出來，規片田浸在土水內底，存活率大降低。澎湖產量第1的後壁區，8月才多種的瓜仔，景攏還未穩，已經有15公頃因為暴雨受損。這個最小顆的就是怕吃掉，大一點點它根系會受影響。哦，也有可能它會明天、後天會出太陽會死掉。農業部也於昨天進行公告，台南市為現金救助及低利貸款的全品項農產業的災區。另外，台東縣各地農產也攏被灌入大量的水，尤其拄要採收的大目色卡，農民即馬採收到拄到離果甲軟果，損失也閣無法度算。台東也是樂生花上大產地，樹仔攏嚴重受損。手動一下不吃太多，然後那個就容易變軟。收成到大概對半的話，大概剩下5到6成。這擺大水雨，根據農業部資料，到2個下晡5點為止，全台農損紅報總共9661萬，其中家己縣損失4177萬上濟，雲林縣損失2700多萬，台南市屏東縣損失攏超過900萬，開封市損失839萬。因為雨依然在落，農損恐驚會閣擴大。記者綜合報道。